你敢信嗎？同係大名鼎鼎嘅豪門千金，有人出嫁嘅嫁妝可以直接買起半條銅鑼灣，普通人捱10世都追唔上。但有啲人就連一場似樣嘅婚禮都冇，零嫁妝攞婚之後，仲要俾家族徹底拋棄。更加離譜嘅係，外國有位公主，不但一分子嫁妝都唔要，仲要倒埋自己嘅名聲，寧願放棄皇室身份，都要嫁俾鳳凰男。呢啲天同地咁遠嘅嫁妝背後，藏住幾多人情冷暖、利益算計？嗰啲被金錢定義或者努力掙脫束縛嘅千金，到底過緊啲咩生活呢？大家好，我係阿 wing， 每期有料到，今日就同大家揭開豪門最入面嘅嫁妝清單，睇清豪門嫁女啲唔為人知嘅潛規則。1. 何超瓊10億嫁妝鋪條掌權路，話事人嘅體面同枷鎖。講到香港豪門嫁妝，一定繞唔開賭王何鴻燊兒房長女何超瓊。作為賭王最器重嘅女，佢嘅嫁妝稱得上香港豪門嫁妝嘅天花板。而呢份嫁妝由頭到尾都唔止係嫁妝，更加係賭王幫佢鋪好嘅掌權路。1991年，何超瓊嫁俾船王嘅孫許晉亨，呢場世紀婚禮使咗2000萬港幣。喺當年，呢2000萬購買力等同依家上億港幣。婚宴連擺3日3夜，政商文娛萬人齊集，成龍、陳百強、梅艷芳等大佬全部都有到，堪稱香港豪門婚禮嘅範本。而呢場婚禮嘅底氣，全部係來自賭王俾佢準備嘅豐厚嫁妝。當年有傳媒報道，賭王俾何超瓊準備足10億港幣嘅嫁妝，仲未計婆家送嘅香港花園台豪宅。要知道呢個係30幾年前嘅10億，放到依家最少價值幾十億，足夠買起半條銅鑼灣嘅商鋪。更難得嘅係，呢份嫁妝唔單止有現金、物業，仲有賭王旗下好幾間公司嘅股權同信託基金，等於直接將半個商業王國交到何超瓊手上。阿 wing 覺得何超瓊呢份嫁妝從來都唔係單純嘅陪嫁，而係賭王精心佈局。畢竟當年何超瓊已經展現出超強嘅商業天分，賭王送呢份嫁妝，一方面係俾佢出嫁嘅體面，另一方面亦都俾夠資本佢，等佢喺許家喺香港商界企得穩。後來事實都證明，何超瓊冇辜負期望，憑住自己能力再加上嫁妝嘅底氣，一步步做到賭王家族話事人，手握8億身家，比起好多豪門公子仲要犀利。更過癮嘅係，何超瓊當年套婚禮都稱得上嫁妝級，佢2套婚紗都係由 Dior 度身打造，2次飛去巴黎試衫，由著名設計師 Gianfranco Ferrari 親自打造，傳聞2套婚紗總值120萬港幣。後來何超瓊澄清話唔係呢個數，但具體金額唔方便講，明眼人都睇得出真實價錢只多唔少。除此之外，佢戴住嘅皇冠同耳環都係天價古董珠寶，仲有一套卡地亞珠寶，全部係賭王親自揀嘅嫁妝，每一件都價值連城。只係呢份8億嫁妝嘅背後，藏住唔為人知嘅壓力。何超瓊嘅嫁妝綁住家族期望同責任，佢唔可以隨心所欲，唔可以任性妄為，只可以跟住家族期望一步步行。佢嘅婚姻亦都帶住商業聯姻色彩。後來同許晉亨離婚，獨自撐起賭王家族大旗。呢份嫁妝係佢最堅實嘅後盾，亦都係佢一世嘅枷鎖。而何超瓊14億陪嫁嘅寵愛，下嫁學霸嘅底氣同幸福。2019年，何超瓊嫁俾比佢細7歲嘅哈佛學霸辛奇龍。雖然賭王當年已經身體唔多好，冇辦法親自送佢出嫁，但四太梁安琪為個女準備嘅嫁妝依然豪氣沖天，直接俾到14億港幣，比何超瓊當年仲要豐厚。呢份14億嫁妝具體清單相當豪橫，賭王送嘅價值5億香港聶歌信山道豪宅，四太送嘅價值1億珠寶，再加大量現金同信託基金。要知道當年身家盡晒力都只係湊到500萬港幣彩禮，500萬同14億差距咁大，難怪當年全網都話辛奇龍高攀何超瓊。有人可能會問，何超瓊點解要下嫁普通家庭？阿 wing 覺得
呢個大概就係豪門千金嘅底氣。有14億嫁妝傍身，佢根本唔需要靠婚姻改變命運。嫁新奇龍純粹係因為愛情。據悉，兩人經何友君介紹認識。新奇龍雖然家境普通，但為人穩重踏實，對何超瑩真心真意，甚至為咗湊彩禮賣咗層屋。呢份誠意打動咗何超瑩，亦打動咗四太梁安琪。更令人意外嘅係，何超瑩冇因為嫁妝豐厚就養尊處優。婚後佢不但陪住新奇龍去耶魯讀博士，自己亦都攞到教育學碩士。兩夫妻各自努力，日子過得踏實又溫馨。依家佢哋有個可愛嘅囡囡，何超瑩亦好少再上八卦頭條，退咗豪門千金嘅光環，活成普通人都羨慕嘅模樣。3. 蔡嘉敏80億嫁妝聯姻，豪門婚姻入面嘅體面同安穩。喺香港豪門入面，玩具大王蔡志明長女蔡嘉敏，佢嘅嫁妝稱得上聯姻式嫁妝典範，高達80億港幣，刷新好多人對豪門嫁妝嘅認知。而呢份嫁妝由一開始就帶住家族利益印記。2007年，蔡嘉敏嫁俾前東華三院主席馬洪明。蔡志明身為香港10大富豪之一，掌控全球最大玩具生產商，身家高達500億，俾個女嘅嫁妝自然唔會失禮。呢份80億嫁妝唔係淨係現金，而係一套組合拳、半億獨立屋、3億現金津貼，仲有蔡志明旗下多間公司股權，甚至大量珠寶同藝術品。好多人都話蔡志明俾個女咁豐厚嘅嫁妝，唔單止係寵愛，更重要係睇中馬洪明老豆馬介章。馬介章係廣東潮汕富豪，商界人脈極廣。蔡嘉敏呢段婚姻本質上係一場強強聯手嘅商業聯姻，而呢80億嫁妝就係蔡家出嘅誠意同籌碼。可以話蔡嘉敏嘅嫁妝最能體驗豪門婚姻嘅現實。喺豪門圈，嫁妝從來都唔係私人財產，而係家族利益嘅延伸。不過好彩，蔡嘉敏同馬洪明段婚姻唔淨係得利益，婚後兩人相處和睦，生兒育女。蔡嘉敏亦都慢慢淡出商界，安心相夫教子。而呢份80億嫁妝亦都成為佢婚後最堅實嘅底氣。同何超瓊掌權，何超瑩隨性唔同。蔡嘉敏人生更似豪門聯姻入面最標準嘅千金，接受家族安排，帶住豐厚嫁妝出嫁，維繫家族利益，同時亦都收穫自己安穩生活。呢80億嫁妝係佢嘅體面，亦係佢嘅依靠，令佢喺豪門婚姻入面永遠有話語權。4. 林田怡皇冠壓身嘅千金，嫁妝藏住傳承同體面。香港娛樂大亨林建岳嘅女林田怡喺豪門千金入面算係比較低調嘅一位。佢嘅嫁妝冇明確天價數字報道，但處處透出奢華同傳承，藏住林家體面同對個女嘅寵愛。林田怡嫁嘅係香港富商何柱國嘅仔何正德，呢段婚姻亦都係香港豪門之間嘅聯姻。雖然冇何超瓊、蔡嘉敏場婚禮咁轟動，但排場依然唔少。而佢嫁妝最亮眼嘅就係一頂古董鑽石皇冠。婚禮上邊，林田怡頭戴呢頂古董鑽石皇冠，價值不菲，係林家全家之寶，亦都係佢嘅嫁妝最有意義嘅一部分。呢樣唔單止係一件珠寶，更加係林家8年傳承嘅象徵，係俾佢出嫁最高嘅體面。除此之外，林建岳亦送咗套香港頂級豪宅俾個女，總價值高達11.48億港幣，再加上大量珠寶首飾同埋現金津貼。據悉，何柱國過身之後，留低至少200億遺產，何正德作為獨子全部繼承。林田怡嫁過去之後，唔單止有自己豐厚嘅嫁妝，仲可以繼承夫家遺產，稱得上係人生嘅贏家。5. 陳凱琳港姐千金務實嫁妝，一份唔張揚嘅寵愛。港姐出身嘅陳凱琳本身就係來自香港富商家庭，老豆做珠寶生意，身家好豐厚。佢嘅嫁妝雖然唔及何超瓊、蔡嘉敏咁誇張，但都夠晒體面，入面藏住外家對佢嘅寵愛同務實嘅底氣，亦都係豪門千金入面最貼地氣嘅一位。
2018年，陳凱琳嫁俾 TVB 視帝鄭嘉穎，當時好多人都話鄭嘉穎執到寶，就連陳凱琳嘅老豆都笑稱個女嫁俾鄭嘉穎係蝕本。但陳凱琳嘅嫁妝並冇刻意張揚，反而相當務實，主要係房產同埋珠寶。外家送咗佢一間喺香港九龍塘嘅大屋，地段一流，價值不菲。除此之外，仲有大批珠寶首飾，全部係陳凱琳老豆親自設計，既有心意又有價值。雖然冇明確金額報道，但以佢屋企嘅家境計，嫁妝起碼都過千萬。可能有人會覺得陳凱琳嘅嫁妝同其他豪門千金比有啲普通，但阿 Wing 就覺得呢份嫁妝先至係最務實。陳凱琳本身係港姐，有自己嘅事業同收入，唔需要靠嫁妝證明自己。外家俾佢嘅嫁妝，更多嘅係一條後路，一份底氣。無論婚後點樣，佢都有自己嘅財產，有自己嘅底氣，唔使睇人面色。6. 陳慧琳，8萬嫁妝藏溫情，最清醒豪門異類。喺香港豪門千金入面，陳慧琳絕對係一個異類。佢出身珠寶世家，老豆係香港知名嘅珠寶商，身家過億，但佢一啲豪門千金架子都冇，靠自己努力成為香港樂壇嘅天后，就連嫁妝都低調到唔似豪門千金，冇上億現金，冇奢華豪宅，只係得老豆親手設計嘅珠寶，入面卻藏住最真摯嘅溫情。2008年，陳慧琳嫁俾拍拖多年嘅劉建豪，場婚禮唔鋪張，唔浪費，亦都冇名流混雜，簡單得體，就連嫁妝都只係100萬港元左右，同其他豪門一出手就上億相比，顯得格外樸素。陳慧琳嘅嫁妝係老豆親自設計嘅鑽戒、鑽石胸針同紅寶石、綠寶石手鏈，總價值約100萬港幣，金額唔高，但每一件都凝聚住老豆對個女嘅愛。雖然嫁妝得100萬，但陳慧琳婚禮當晚戴嘅首飾就價值2100萬港元，不過全部都係自家珠寶店貨品，與其話撐場面，不如話係幫自家品牌宣傳。除此之外，劉建豪亦都斥資2000萬買樓，為組建家庭做準備，夫妻互相扶持，唔係邊個依附邊個，呢段婚姻反而更長久、更穩固。7. 吳卓琳，零嫁妝攞婚，豪門邊緣人嘅尷尬同掙扎。講完啲帶住上億嫁妝出嫁嘅豪門千金，接落嚟就係一個令人唏噓嘅例子。小龍女吳卓琳作為成龍嘅非婚生女，佢由出世開始，人生就充滿尷尬，婚姻更加一啲體面都冇，零嫁妝，同性婚姻唔受家族支持，甚至俾生父成龍完全忽視，活成豪門圈入面最狼狽嘅千金。吳卓琳係成龍同吳綺莉嘅非婚生女。1999年，成龍承認同吳綺莉出軌，留低一句犯咗全天下男人都會犯嘅錯，但從來都冇公開承認過吳卓琳呢個女兒。細個開始，吳卓琳就活喺私生女標籤之下，俾同學排擠，俾媒體追拍。阿媽吳綺莉嘅教育方式亦都好矛盾，又溺愛又體罰，搞到吳卓琳性格好反叛。2017年，18歲嘅吳卓琳公開出櫃，承認自己係同性戀。阿媽吳綺莉雖然話接受，但兩母女嘅關係依然好緊張。2018年，19歲嘅吳卓琳同大概12歲嘅伴侶 Andy 走去加拿大。同年11月，兩人喺多倫多市民服務中心登記結婚。呢場婚禮冇花、冇祝福、冇婚紗，連似樣嘅儀式都冇。更加唔好講嫁妝，吳卓琳嫁妝係零，完全係裸婚。更加令人心寒嘅係，吳卓琳結婚當日，成龍正喺香港出席慈善晚宴，面對傳聞追問個女近況，佢只係答咗句無可奉告，態度冷淡到極點。阿媽吳綺莉雖然冇明確反對，但亦都冇任何支持，甚至一度斷供，令吳卓琳同 Andy 喺加拿大生活陷入困境。試過因為勸酒店2000幾蚊房租被趕走，全身剩低20蚊，最後要向阿媽求救。不過好彩，吳卓琳同 Andy 冇放棄。2020年之後，成龍態度慢慢軟化，經中間人幫吳卓琳交加拿大房租，亦都資助佢做設計事業。
吳以莉亦都慢慢放下偏見，唔再干預個女生活。依家吳卓林同 Andy 開咗間設計工作室，接服裝改造同直播帶貨，每月收入大約3200加幣，啱啱夠交租同日常開支。雖然唔算富裕，但兩人互相扶持，日子都過得有煙火氣。8. 真子公主，傅家莊叛離公主，為愛放棄億萬家產。如果話吳卓林凌家莊已經夠令人唏噓，咁日本真子公主嘅傅家莊絕對刷新李盈芝。作為日本皇室秋曉功名仁親王嘅大女，真子公主本可以擁有過億身家陪嫁，但佢偏偏選擇放棄一切，唔單止一分嫁妝都唔要，仲要賠埋自己嘅名聲，放棄1億5千萬日元皇室補貼，只為嫁俾心愛嘅人，活成全球豪門入面最傻嘅公主。真子公主同丈夫小室圭係大學同學，2017年宣布訂婚，但呢段婚約引起日本國民極大不滿，因為小室圭嘅阿媽牽涉債務糾紛，欠債至少400萬日元，私生活亦都好複雜。好多日本人覺得小室圭係鳳凰男，想借真子公主嘅身份上位，配唔上佢。按照日本皇室規矩，女性皇族出嫁會獲發一筆一次性補貼，即係皇室嫁妝。真子公主原本可以攞到約1億5千萬日元，呢筆錢足夠佢同小室圭一世衣食無憂，而且按照皇室慣例，佢亦都可以舉辦盛大婚禮，接受全國祝福，婚後依然享有皇室嘅待遇。但令人意外嘅係，真子公主毅然放棄呢1億5千萬日元嘅補貼，亦都拒絕舉辦任何婚禮儀式，就連結婚申請書都係宮內廳職員代交。2021年10月26號，真子公主正式同小室圭登記結婚，脫離皇室成為平民。婚後隨小室圭移居紐約，徹底放棄皇室身份同所有特權。婚後真子公主生活並冇想象中咁幸福。佢同小室圭喺紐約過住普通人嘅生活，小室圭喺律師樓打工，收入一般。真子公主放棄事業，留喺屋企，間唔中出席小型活動，但始終避唔開外界指責同非議。再加上小室圭阿媽嘅債務糾紛一直都未解決，不時為兩人生活帶來麻煩。有人問，真子公主咁做值得嗎？放棄億萬家產，放棄皇室光環，放棄名聲，只為嫁一個所有人都唔睇好嘅人，到底係為愛奔赴定係愚蠢呢？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睇法，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同我哋一齊討論下啦。阿 Wing 講呢啲嫁妝係豪門嘅體面，定係女性嘅枷鎖呢？喺豪門圈入面，嫁妝從來都唔只係錢咁簡單，入面藏住家族嘅實力、父母嘅期望、世俗眼光同人情冷暖。其實無論係豪門千金定係普通女仔，嫁妝都唔係幸福唯一嘅標準。幸福婚姻唔係靠嫁妝多少衡量，而係靠兩個人互相扶持、互相珍惜。女仔嘅底氣亦都唔係來自嫁妝，而係來自自己嘅努力、自己能力、自己清醒同埋獨立。最後阿 Wing 想問下大家一個問題，如果揀，你會諗有何超瓊咁樣嘅8億嫁妝，背負家族責任同使命，定係好似陳慧琳咁有一份樸素嘅嫁妝，過低調幸福生活？又或者好似真子公主咁放棄一切，只為追求自己嘅愛情？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答案。其實講到底，豪門千金嘅嫁妝就好似一面鏡，照出豪門奢華同涼薄，照出人性複雜同多樣，亦都照出唔同女仔對幸福嘅唔同理解。而我哋或者唔需要羨慕佢哋嘅億萬家產，只需要做好自己，努力生活，找到屬於自己嘅幸福就足夠啦。畢竟真正嘅底氣從來都唔係來自嫁妝，而係來自我哋自己。